Hello，大家好，歡迎翻去環球多元資產分享啊！今集咧，我會早少少作一個錄影啊。咁最主要咧就係因為 SpaceX 咧就會6月12號美股交易時段咧就會正式上市啊。咁所以咧我相信我個時間上面可能呢個 weekend 啦，可能要攞嚟做多啲嘅休息啊。係啦，咁而且啦，咁就係因為見到好多嘅資產價格啦，之前同大家講個市場可能會作出一啲調整，咁甚至講過可能有啲個別嘅股份隨時由頂到底，可能10-30% 嘅回落，咁其實有啲股份都已經達咗標㗎咯喎，咁所以咧咁就不如喺度作一個好快嘅更新我自己嘅啲睇法啦。咁同過往一樣啦，今日嘅教學內容裡面冇任何嘅投資建議㗎，建議就係一個記得 subscribe 我哋個 YouTube channel，like 我哋條片同埋介紹俾朋友仔啦。好啦，咁我哋先睇一睇美股啦，以 S&P 500為例啦。咁其實咧就見到啱啱呢個禮拜啦，就出現咗禮拜初嘅時候掹一掹上去，咁做咗有少少有少少頭肩頂嘅感覺。咁然之後咧就向下又殺咗落去，又好明顯即係呢一個情況啦，仍然仲係好淡增持得好犀利，但係我覺得整體嚟講仍然係殺槓桿嗰邊係仲喺度進行緊嘅，叫做好咗好多㗎啦，係啦，即係比起我哋幾個禮拜之前一直見到啲嘅槓桿，無論係期權啊，定係2-3倍嗰啲即係 ETF 啊，咁其實都開始我覺得可能殺呢一紮短期嘅投機者嘅錢咧，開始去到尾聲㗎啦。咁然之後去到琴晚啦，咁今日大家見到啲圖通常都係星期四係啦，即係可能美股收咗市或者港股收咗市之後嘅圖嚟嘅，係啦。咁大家會見到呢2-3日啦，呢個市況係有少少有啲人想吸納，但係又唔係去到好進取。咁我覺得兩三個原因啦，一就係 SpaceX 上市啦，第二啦就係始終未完全好肯定究竟係咪叫探底探夠咧，係啦，因為如果喺氣氛上面啦，咁可能就係好左右被特朗普啦，即係美國同伊朗嘅事件有少少左右嘅。你見到琴晚明明星期四開市嘅時候咧，仲係比較喺低位徘徊，係啦，除咗某啲個別嘅股份可能做得好少少啦，係啦，咁。但係咧就去到即係臨收市嘅時候啦，咁就見到美國嗰邊特朗普就我唔再同即係覺得同伊朗嗰邊有偈傾啦，係啦，咁就見到掹咗上去嘅，咁但係掹咗上去嘅時候啦，仍然未過到係啦，即係未升翻上去。我之前覺得有少少似頭肩頂嘅感覺嘅情況啦，未必一定係叫頭肩頂嘅，但係最少啦，呢條紅色線係我喺星期二啦。之後我自己有喺另外一度有畫住喺度提住自己嘅，係啦，咁所以簡要而言啦，我覺得美股可能個別有啲股份開始吸引嘅，係啦，咁尤其是啦，大家可以望到啲相對強弱嘅股份啦，即係有啲股份可能已經升穿咗上個禮拜五嘅當日嘅高位啦嚇，咁其實嗰啲就可能會係叫做比較強勢啲嘅股份啦。一係咧就我自己會諗，一係就跌咗好多落去，跌咗真係好似之前咁樣可能10-30%，depends on 乜嘢股份啦，咁就會開始去睇究竟會唔會原來佢個後抽係啦，就已經係即係大型嘅後抽已經去翻之前啲阻力啊，而家可能有機會變支持啊，係啦，咁呢個就係我最近嘅。即係我 watch list 上面嘅睇法啦，咁我就冇畫晒啲圖喺度俾大家睇嘅，係啦，咁但係希望啦，即係呢一個方向，大家都可以去睇下究竟嚟緊係咪有啲自己心水嘅嘢可以望一望咯。上個禮拜同大家嘅分享當中咧，有提到可能啲資金由一個小輪動就開始變咗一個大少少嘅輪動，即係去咗另外一啲板塊。咁上個禮拜嘅時候個 heat map 啦都有 show 過俾大家睇，可能healthcare 啊嗰啲可能會值得望多少少啦，healthcare、biotech 嗰啲係啦。咁我以 XLV 為例啦，咁因為上個禮拜嘅時候，其實我哋自己做少少 rotation 嘅時候就都有入咗落去呢啲板塊嘅，咁但係就唔係用 XLV 啦，係啦，有啲個股，有啲係其他嘅 ETF 啦，但係 XLV 就係美國其中一隻healthcare 比較大名嘅 ETF 啦。
咁嗱，大家可以見到喺啱啱呢幾個交易日裏面咧，可以話叫做開始有少少突破嘅。如果以 XLV 啊嚇，咁亦可能啦，呢個係資金面上面去諗，會唔會即係費事全部都去啲咁貴嘅 AI 概念啦，咁同埋healthcare 啊 biotech 裏面當中其實有時都會有啲 AI 應用嘅概念啦。咁第三啦，咁可能因為大家驚緊始終有個通脹嘅情景，特朗普又話唔驚通脹啦，係啦，咁即係有通脹嚟啦嗰啲，咁可能大家就會去諗一啲轉嫁成本啊，或者叫做你話防守力又好，或者黏度會強啲嘅板塊，咁 healthcare 會係其中一個咯，係啦，咁其實如果望下其他相關嘅呢啲板塊嘅 ETF 啊或者股份咧，其實一啲其實可能破咗頂添啊，係啦，咁但係我喺度用即係作一個例子啦，係啦，咁但係同過往一樣啦，即係喺度嘅分享，有時有啲係我哋有幫客戶有相關嘅持有嘅嚇，係啦，咁隨時會買入賣出嘅。嗱，咁頭先講咗特朗普又好似好正面，又好似好負面，錢又好似撈緊，但係又未去到好進取。咁我覺得最主要兩個原因或者三個原因啦，即係話如果係北美上面嘅今年一來 NBA Final 而家就去到好尾聲啦。咁但係最重要就世界盃啦，每4年一次，大家知道墨西哥、美國、加拿大嗰邊去進行啦。咁SpaceX 當然仲要我陣間先至講埋少少 SpaceX 啦。咁世界盃嗰度咁其實可以我揾 AI 去 gen 出嚟啦。咁究竟有冇世界盃效應嘅咧？嗱，我拎 S&P 500為例啦。咁其實好多時候喺世界盃咁啱啦嚇，當除咗你話即係之前係即係中東嗰邊搞嘅世界盃，即係卡塔爾嗰邊，咁所以嗰個可能喺個 calendar 即係喺嗰個月份上面就唔係我哋平時即係北半球嘅夏天啦，即係講緊通常世界盃就係而家咁樣6月啊、7月啊咁樣，係啦，咁所以咧除咗即係嗰啲未必係6、7月之外啦，但係整體嚟講咧，好多時候世界盃都會搭正咗乜嘢啊？我哋成日都講咩5窮6絕7翻身嗰啲月份嚟嘅，係啦，咁所以咧嗱咁啱世界盃每4年一次啦，我哋拎 S&P 500為例，好多時候咁啱咧，即係如果嗰個如果 S&P 500係要跌啦，即係由第一個即係比賽嘅日子，即係講緊 final stage 嘅時候，係啦，咁變相咧就好多時候你見到紅色即係跌落去嘅一啲幅度好似會大少少嘅喎，係啦，咁而且根據過去咁多年，暫時個比例上面好似即係好似升跌嘅裡面好似跌嘅機會多啲啲嘅，係啦，咁大部分嚟講啦，其實大家可以見到都係大概2個%上落為主啦。如果以指數為例，係啦，咁呢個可以作為少少嘅參考啦。咁但係咧，如果我哋再劃分，究竟尤其是黑色呢條線啦嚇，究竟世界盃效應裡面有冇邊啲係嗰個時間即係隨住世界盃呢個決賽週裡面，究竟一路行嘅咁啱嘅交易日啦，整體嚟講個趨勢係點咧？好多時候都係叫做世界盃開鑼嘅時候咧，初期係即係頭幾個交易日啦，你話頭一個禮拜左右。都係會偏弱少少嘅。如果拉平均咧，直情可能係頭2個禮拜左右都差少少㗎啦。咁啱啊，14、15日咁啱。如果係計啦嚇，同今次嘅 SpaceX 上市嘅時間差唔多㗎。咁睇下究竟係平均呢個表現係咪會咁發生啦？係啦。咁但係最重要就係通常即係我根據條黑色線去畫啦嚇。咁就係當世界盃過咗即係2-3個禮拜之後啦。咁其實咧就開始 pick up 啦，係啦，咁呢一個啦，即係攞嚟做少少嘅參考啦。好啦，咁我哋當然6月12號咁，大家都知道 SpaceX 上市啦。嗱，咁我之前都分享咗究竟一個中長線啲可能佢哋嗰個成年嘅解禁期啊，再到可能到時拍埋 Anthropic 啊嗰啲，咁當然係長遠嚟講係會有影響嘅。但係呢啲後話啦，咁因為上次都解釋咗大家暫時喺呢一刻可能係睇住 SpaceX 上市頭15個交易日嘅情況嚟嘅。好啦，咁但係啦，即係大家都
其實冇人經歷過今次咁多咁特別嘅安排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大家都係且戰且走嘅。但係首先咧，我相信大家除咗話9點半睇住美股開市嘅時候咧，今晚大家都會好睇實究竟SpaceX 幾點上市咧？嗱，好多人咧原來未可能習慣咗香港嗰邊啦，通常就係話IPO 嘅時間就係同交易時段同一個時間開始，即係話即係香港就係朝頭早9點20啊，或者9點半，睇你用咩時間去講啦。咁但係就係IPO 第一日上市就應該 suppose 成個市開市嘅時間嘅。咁但係咧喺美國嗰邊咧，其實就唔係淨係因為 SpaceX 嘅關係㗎啦。咁其實好多時候咁其實佢哋都唔係 exactly 一定9點半即刻有交易嘅時間嘅。有時佢哋因為要睇成個 global 嗰扎即係 broker 究竟佢哋啲飛係點啦，咁跟住再同交易所去做一個判斷啦。咁通常咧都會係即係開咗市即係可能大概個零鐘至到3個鐘左右啦。即係跟住佢哋可能先至會上即係正式開始交易嘅。即係我相信如果大家有啲有經驗嘅咁，佢係會知啦，係啦。咁但係呢一個我相信大家今晚可能就算開市之前啦，都要望一望定嘅嘢嚟嘅，係啦。咁係啦，咁大家加油啦！我相信會係我唔好講話究竟會升定跌先啦，但係應該一定好大個 volatility 㗎啦，即係好波動得好犀利，即係無論我相信唔止係第一日，甚至overnight 啊，甚至可能未來呢10幾日可能挫上挫落得會好犀利咯，係啦，咁呢個就少少分享先啦。好啦，咁而呢個禮拜嘅業績當中啦，咁亦可以當係作為一個技術走勢上面啦，攞嚟舉一反三嘅一個參考。頭先提到好多股份可能由高低位都跌咗10至30% 㗎啦，係啦。咁嗱 Oracle 就係其中一個今個禮拜出咗業績，幅圖又可以攞嚟做舉一反三嘅例子啦。嗱，咁首先咧，大家會聽到Oracle 出份業績唔錯喎，即係無論係營收啊定係獲利上面都係好過市場預期喎。咁但係點解個表現咁差咧？其實咁簡要而言咧，就市場好驚，哇！你又要繼續燒多啲錢啊，咁個自由現金流就更加差㗎咯喎。咁呢一樣嘢係有機會影響到嗰個債券嘅，係啊，佢嘅債券上面大家記住。過去呢段時間即係曾經由高位殺落嚟，去到殺到尾聲嘅時候，我嗰陣時都講過 Oracle 嗰個債券其實冇股價咁恐怖，即係可能因為股份個價格上咗去先啦。但係啲人睇基本面咧，其實喺呢段時間即係講緊幾個月之前咧，其實睇住啲債券個價格其實都仲係比較偏穩定嘅，係啦。咁但係今次出完業績之後，大家可能會更加着重睇佢個現金流會點啦，係啦，甚至有大行都講緊喂，我哋可能要將佢個債券嗰個投資評級要下調喎。嗱，咁呢個就有機會更加唔利好啊，因為債券穩定個股價先至會比較更加穩定啦，係啦。咁仲有啦，就係咁市場仲會擔心，因為股權上面嗰個稀釋啦，咁呢啲都係令到個市場啦，即係即刻跌咗即係盤前啦，即係曾經跌8至10% 啦，咁跟住即使都跌過成12% 以外嘅，係啦。咁但係因為嗱美市臨到最尾佢有少少跟住美股嘅氣氛收升啦，好啦。咁呢個就好表面去講究竟佢份業績同埋個市場個反應嗱，咁其實就要喺度睇啦，即係點解話舉一反三咧？嗱，首先呢隻股份係好明顯相對偏弱啦，即係我之前炒好多 AI 概念嗰啲，其實應該都衝咗好多頂啊，就算唔係衝頂都可能好近前頂啊嗰啲嘅。咁但係 Oracle 今次你見到佢今次個反彈咧，就啱啱係叫做反彈到0.618咁樣，係啦。咁當然啦，即係我都會去諗，究竟佢會唔會係後抽咧？咩後抽就係之前有少少似頭肩底喎，咁後抽咪應該可能大概係即係呢個綠色線附近啦，係啦，即係0.382附近會唔會做後抽咧？咁點知佢出完業績咧就下跌咗啦。咁嗱呢個就要檢視啦，即係兩個檢視，即係舉一反三啊嚇。如果有啲股份原來真係抽完上去嚟後抽嘅，試翻呢啲支持區，佢後尾掹到上去嘅，可能就係中線後抽嘅完成。但係如果原來因為出完業績又好，或者呢段時間因為個市場氣氛轉差之後，
個股份個價格係散咗落嚟，即係話之前可能 whatever 你自己睇到啲係啲乜嘢嘅 pattern。個之前冇咗啦，咁即係話可能之前嗰個突破係假突破嚟嘅，係啦，咁呢啲我可能我就會擺翻開㗎啦，係啦，咁呢個就係、如果以圖論圖嘅話啦，咁Oracle 就其中一個例子，可以去咁樣去睇咯。好啦，咁但係我哋都睇一睇翻中長線 Oracle 個即係個業績上面俾大家睇到嘅情況啦。嗱，無可厚非，而家我哋真係見到嗰個業績上面因為一啲雲端基礎建設嘅帶動啊 AI 需求嘅情況咧，係真係見到好強勁嘅，即係見到啲即係大家見到啲無論 RPO 嘅訂單啊嗰啲情況，咁即係話佢嗰個剩餘個履行義務係去到6380億美元嘅，同比嘅增長係300幾個 percent，即係話見到個需求面真係喺度嘅。咁但係正因為佢咁資本密集啦，咁就變咗其實佢又要不斷燒好多錢，佢個 capex 都去到成557億美元啦。誒，比起之前嘅指引，即係佢曾經講過嘅500億美元係更加高。咁所以咧，大家就突然間好驚嗰個現金流會點啦。咁頭先解釋咗啦，有機會可能令到嗰個債務上面係會被下調啦，係啦，咁甚至可能佢個毛利率都有機會令到佢有個下行壓力嘅。咁所以睇 Oracle 就係我覺得幾好嘅一個例子，係極端嘅例子先可以就係話俾大家聽，喂，望遠啲好正面嘅，直情係有晒數俾你睇添嘅，唔係淨係靠故事添㗎啦。但係短期裡面，無論喺個資金嘅壓力或者股價上面嘅走勢都係唔理想嘅。咁呢一個咧就係其中一個幾好嘅一個參考去睇。究竟我哋平時係睇分析啊，定係應該睇操作咧？咁我相信有大部分嘅投資者啦，可能佢哋都會好中意聽到好多一啲分析類型嘅，係啦。咁但係個分析類型，既然講得分析，其實通常啲分析都起碼講中長線㗎啦，係啦，即係可能按季度去講啦。咁變咗咧，咁可能大家平時去睇social media 都好多嘢講㗎喎，即係而家今時今日好多人喺媒體網絡啊，甚至可能有好多圖，即係話俾你聽啊，呢一個主題有邊啲股票係啱呢個主題嘅，係啦，咁就可能咧就大家見到啊啲股票真係嗰扎嘢升緊，就覺得嗰個分析同嗰個短線嘅走勢係一定要完全有關係嘅，咁啊其實未必嘅。嗱，我不如喺度即係用呢幅圖去講啦。嗱，我哋中線嘅分析，即係無論你聽嘅故事又好，或者分析員講嘅嘢好，我哋睇緊嘅係一啲中線個商業模式或者行業嘅一個走勢啦，去睇緊公司嘅基本業務嘅變化。咁大家可以諗下，大部分公司嘅基本面嘅變化，如果要確實嘅基本面變化，即係唔係話純粹炒憧憬啊，即係要交到盤數出嚟俾人睇嘅，快則都可能3個月啦，係啦，咁。當然有時你可以預判一下，有啲新聞好重要嘅喎，有個情景係有機會令到佢哋嗰個商業模式真係有好大嘅轉變，令到佢可能有利潤上面啊、毛利上面啊、甚至風險上面嘅改善。咁呢一啲咧就可能就係叫做比較中線分析啦，係我會話應該都真係起碼按月按季咁樣去諗嘅一個投資年期嚟嘅，係啦。咁但係咧喺短線嘅分析裡面咧，咁其實嗱，有一個大家最容易混淆嘅就係我聽到好多間公司講將來會點，咁所以短線嘅操作升就一定係關事。嗱，呢個係其中一部分啫，因為可能我哋聽到嘅，正如我講到就係佢可能係炒憧憬，咁變咗其實中線上面未咁快 support 到嗰啲盈利上面，咁變咗你就會炒貴咗啦。咁炒貴咗嘅時候，咁就自然啦，調翻轉，咁即係佢一個我哋就會去睇個波動就會越嚟越大啦，因為你嗰個基本面未係完全支持到你個股價咁急速升上去。咁所以咧，通常我哋操作上面就會睇好多時候就睇技術指標啦，momentum 啦，即係講動力啦。咁大家可能會睇究竟嘅 social media，令到大家睇個情緒嘅波動啊，情緒嘅影響佢，甚至係情緒嘅交易。咁所以我覺得短線嘅操作同中線嘅分析，兩者唔係話有你冇我，而係我哋要知道究竟分清楚應該幾時係
純粹操作上面嘅嘢係啦，幾時係中線上面嘅？即係舉例就係好似呢段時間 AI secular trend，我哋成日都話係發生緊嘅。咁但係短線呢段時間咁好多 AI concept 啊，尤其是啲硬相關嘅基礎建設嘅硬件股有好多最近都跌咗唔少落嚟，大家就會開始去疑問翻，究竟係咪冇咗嘅故事咧？咁其實我覺得要檢視兩者，今日提到好多次點樣用幅圖去檢視啦。第二啦，睇翻多啲究竟中線上面嘅間公司有冇變化咧？如果其實間公司冇變化，可能根本係純粹情緒交易上面令到最近個股價係有啲影響係啦，咁樣嘅回落啦。咁呢一個我希望喺度咧一次過解答好幾個朋友啦，即係嘅疑問啦。好啦，咁港股咧都有段時間又冇講啦，尤其是即係富途事件之後啦，咁樣因為當時都會覺得應該一來啦，即係自己倉位上面冇唔算太有 exposure 啊，係啦，咁但係啦，我覺得呢段時間因為要睇就係究竟市場點樣去擔唔擔心呢件事咧？究竟實際上面有冇影響？即係由原本大家就諗住券商咁，跟住後尾大家最近又聽到原來同銀行都可能有關係喎。甚至同保險都有關係喎，甚至而家啲人驚緊，可能同樓市都有關係喎，係啦，咁變咗啦，即係好明顯見到呢幾個禮拜裡面咁恆指個走勢係唔係咁靚仔嘅，即係叫做啦嚇跌破咗即係叫做近期一啲低位嘅，咁但係點解我又想拎出嚟講咧？咁一來啦，即係我都有睇到啲大行啲報告啊，就或者大家啲分析，其實大家都可能會將個事件無限放大咗，係啦，即係會唔會話完全整散晒成個香港金融嘅位置？我覺得唔會嘅，係啦，咁但係會唔會反而係個股價預先反映咗好多好悲觀嘅場景咧？係啦，咁 that's why 點解會順便望一望？二來咧，即係有時即係我喺節目上面都不斷同大家講，喂，恆指其實睇下啲10年嘅走勢，其實由18年拉落嚟嘅下降軌，其實就係點解我一直講住即係喺 media 上面有提住咩27,000、28,000要未必咁容易突破到，其實就係呢條即係成8年嘅下降位 cap 住咗，係啦。咁但係嗱向下係咪好誇張嘅幅度咧？咁其實如果以香港港股平均每年即係8000點嘅波幅，又唔係好誇張，點解我當然唔想向下啦。咁但係起碼我哋而家叫做開始行緊去到三角形嘅尾聲咯，係啦，三角形嘅尾聲就開始值得睇嘅。嗱，我唔係話一定要掂數個三角形呢個上升軌，係啦，即係甚至當然希望之後整固完向上突破啦，係啦。咁但係起碼我哋而家知道個走勢上面唔好話而家跌破就大家一望要望翻去下面啲底線啦，係啦，可能其實唔係咁誇張咯。起碼啦，即係可能而家會有啲，我覺得個股價因應住呢個故事或者呢個而家大家嘅擔心啦，可能去到某啲水平開始，起碼短線值得望翻啲嘅。嗱，會唔會失手？即係可能例如匯控呢個上升軌嘅，咁呢個都只能逐步去睇啦。但係最少啊可能喺個技術走勢上面唔好，即係我自己就唔會即刻諗，喂，下要向下穿位啦，個指數又要係咁向下穿一來。匯控都去翻近期啲嘅上升軌啦，係啦，即係冇見呢個上升軌都超過半年啦，係啦，咁會唔會喺呢度有啲技術嘅反彈先啦？另外啦，咁例如業績上面，大家都知道科技股咁，其實都即係講緊恒生科技啊嘅指數裏面啲權重股，其實都拖住咗恒指好耐啊。咁但係其中一隻啦，我覺得最多人去即係去睇住嘅就係美團啦。咁大家見到呢個係上市至今嘅走勢，不知不覺啦嚇，其實佢個股價去跌到去上市至今嘅一條上升軌㗎啦，係啦。咁所以嗱，會唔會又係喺度有個技術反彈咧？究竟呢一個畫法係咪真係三角形嘅尾聲咧？嗱，呢啲我覺得值得去望多幾眼嘅，係啦，即係因為
你話成間公司要我而家即刻俾好大個催化劑，覺得佢好正面，我又唔敢咁講。但係即係有時市場係炒相對噶嘛，即係講緊話而家佢經歷咗25年嘅好明顯嘅內卷燒錢，而家好似喺份業績上面見到真係好似同上年嘅講法一樣，可能內卷燒錢補貼呢個結構性開始嗰個見底嘅，即係喺燒錢嗰一 part 可能開始慢落嚟㗎啦，可能會去返一啲比較理性啲嘅競爭啊，佢可能盈利上面最差嘅業績上面，可能短期裡面公佈咗，係啦，除非突然間再有一啲好核心嘅突然間轉變，係啦，咁但係嗱，如果我哋去睇由原本佢哋上個業績上面公佈就係虧損100億嘅，咁但係而家係講緊我哋虧損20億啫喎，嗱真係少咗好多，當然都係蝕緊錢啦嚇，咁但係起碼啦，即係可能已經有機會可以符合到一啲即係市場上面炒相對嘅一個 concept 啦嚇，咁另外就係即係而家外賣啊嗰啲即時零售其實開始。hopefully 啦，即係講緊今年後啲嘅時間就會開始係去到個break even 嘅情景啦，係啦，咁咁另外啦就係或者咁講啦，嗰個大家個競爭啦，去到 break even 先啦，唔好講啲錢係咪 break even 先，係啦，咁另外啦就係可能而家大家一直諗緊啲科技啊 AI 係嘅，有機會可能對沖到去人力成本，甚至可能會增長到其他業務，但係呢個位就係我最唔敢俾得太正面嘅位啦，即係呢個就始終間公司未真係有好大個盈利嘅賺錢嘅情況公佈到出嚟啦。第二，其實而家幾間中資科技股都係將個 story 講緊唔止係5年後，講緊可能而家捉緊一盤大棋10年後嘅，係啦，咁即係咁講啦，我會話如果首先啦，我自己就會問自己，究竟我信唔信美國嘅 AI 嘅成個生態圈嘅發展咧？即係如果連美國嗰邊嘅 AI 嘅生態圈都唔相信咧，咁即係講個商業模式啊嗰啲唔相信咧，咁其實可能我會對於世界各地其他地方講或者自己點樣融合 AI 點樣去賺錢，可能我都會打一個好大嘅問號啦。因為如果連本應賺緊錢嘅公司去發展 AI 都要有擔心嘅話，咁本應靠燒錢嘅喺咁高成本嘅 AI 發展底下嘅公司會唔會更加難說服到人咧？係啦，咁但係呢啲就比較長線啲嘅講法啦，係啦，咁但係最少啦喺短線上面，可能我會望下究竟會唔會有啲即係港股上面有啲股份可能會出現一啲技術性反彈啊嘅情景啦。好啦，咁其實咧呢段時間或者可能好多朋友一向聽得多我嘅分享啦，好多時候當然我會將一啲中線嘅分析會講，短線嘅其實即係好多圖其實我自己平時都會去睇嘅，所以其實中線嘅分析同短線嘅操作或者技術分析我都會去做參考。咁但係有時大家可能會聽到衝緊頂係啦，咁要小心，或者調翻轉啦，回調咗一段時間之後，可能我又話開始值得留意啦。嗱，咁我覺得可能我喺度補充一點啦，即係我覺得投資市場最難就係我成日都話 time the market 係好難嘅，你點樣可以知道幾時係聽日係升定係聽日係跌，定係聽日呢個板塊升，後日就嗰個板塊跌？呢啲其實好難嘅，我自己覺得。但係有時我講話去留意嘅時候咧，可能係我自己覺得可能係個季度啊，或者可能去到某啲時間點開始差不多啦，即係個基本面會有啲值得留意，或者可能當時let's say 啊，如果大家有時聽到我話可能過多排大家會驚通脹嘅，咁到市場開始講通脹嘅時候，咁我就會去睇啦。咁會唔會差唔多時候要開始去睇下係咪市場而家即刻 price in 嘅嘢咧？係啦，咁會唔會其實本應個場景本應係冇諗到唔應該咁誇張咧？呢啲係我會提自己啫，唔係話一定啱。但係我有時話值得留意係個時間點開始到我哋原本或者我之前原本有諗可能會發生嘅一啲scenario 啦。好啦，咁但係
話值得留意嘅時間，等唔等於代表個價格已經即刻去啱咧？其實又未必㗎喎。嗱，可能有時永遠大家都明，升到最急或者跌到最誇張嘅時候，個價格個波動可以好大嘅。所以可能有時個時間差不多，但係可能最難就係個價格上面又要點樣去判斷啦，係啦，即係。你例如可能我自己會諗喂，可能金係差不多時間，但係可能個價格未係喎，可能我個價格睇佢佢隨時下行仲有啲幅度，但係亦可能例如佢跌破咗，咁我就會去提自己如果時間啱，價格又未突然間如果之後出現原來係個假跌破嘅，咁呢啲就係個價格上面個修正。呢個我覺得簡單嚟講啦，我想分享嘅係咩咧？其實我自己啦，係啦，即係我冇乜點聽過喺出邊，就算一啲對沖嘅基金經理啊，都會講，喂，我兩樣嘢都做到晒，即係又遇到個價格，又遇到個時間，即係好理想嘅，係會想嘅。但係通常我覺得兩個揀到一個係啦，其實或者兩個點樣盡量去配合，令到嗰個把握啊勝算可能嘗試去提高，可能其實已經係一個唔錯嘅參考嚟㗎啦。咁當然啦，即係如果呢一個我會話係似係頭先我講話中線嘅分析同埋短期嘅操作上面嘅關於兩者擺落去應用場景嘅時候可能會考慮嘅另外一啲因素咯，係啦，咁但係呢個都係少少分享啦，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應用方式嘅，係啦，咁最緊要大家揾到啱自己嘅方法啦，係啦，咁今日咧嘅分享就到呢一度先啦，咁大家 enjoy SpaceX 嘅上市啦，人生都唔係咁容易遇到啲咁大嘅事件。第二就係世界盃啦，係啦，4年一次，咁都可以 enjoy 一下啦。好，今日分享到呢度先，多謝晒大家。